你有冇試過買電腦嘅記憶體，發現啲價錢癲咗咁貴？又或者你留意到最近啲 SSD 固態硬碟嘅價格升到你唔信？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呢個唔係你嘅錯覺嚟嘅。而家全球正經歷緊一場15年嚟最嚴重嘅記憶體晶片短缺危機，而呢場危機嘅幕後推手就係 AI。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喺 AI 發展嘅過程入面，HBM、DRAM 同 NAND 呢三種記憶體芯片到底扮演緊咩角色？點解佢哋會同時短缺？而相關嘅公司又已經升到咩程度？聽完之後，你會明白點解有人話記憶體芯片先係 AI 時代真正嘅硬通貨。好啦，喺入正題之前，我哋先搞清楚三樣嘢：HBM、DRAM 同 NAND 到底係乜？你可以想象一個人嘅腦，DRAM 就好似你嘅短期記憶。你而家睇緊呢條片，你嘅腦會暫時記住我講咗啲乜，但你一瞓着覺，呢啲短期記憶就可能會消失，除非你將佢傳入長期記憶。NAND 就係長期記憶，好似你個硬碟咁，就算熄咗機，啲資料都仲喺度。而 HBM 呢，全名叫 High Bandwidth Memory， 高頻寬記憶體。你可以諗好似加強版嘅 DRAM， 佢本質上都係 DRAM 嚟嘅，但係用咗一種叫做垂直堆疊嘅技術，將好多層 DRAM 晶片疊埋一齊。咁做嘅好處係乜呢？就係可以喺好細嘅空間入面提供超級快嘅數據傳輸速度。咁點解 AI 需要用到呢啲嘢呢？你諗下，當你用 ChatGPT 問佢一條問題，佢要做嘅嘢其實係將一個幾千億參數嘅模型跑一次推理，呢啲參數全部都要載入去記憶體裏面，先至可以快速運算。如果記憶體唔夠快， GPU 再勁都冇用，因為佢淨係喺度等數據傳過嚟。呢個就係所謂嘅記憶體牆。HBM 就係專門為呢個問題而設嘅，佢嘅頻寬可以去到每秒超過1個 TB， 即係1秒鐘可以傳超過10000個字節嘅數據。所以而家每一塊 NVIDIA 嘅 AI 訓練用 GPU 都必須要配備 HBM 先至行得掂。簡單啲講，冇 HBM 就冇 AI。但係問題嚟啦，HBM 雖然好勁，但係佢有一個致命弱點，就係極度消耗晶圓產能。你知唔知道生產每一個 GB 嘅 HBM所消耗嘅晶圓面積大約係普通 DRAM 嘅3倍，但係佢嘅售價係普通 DRAM 嘅10倍。3倍嘅成本，10倍嘅售價，你係廠商，你會點揀？梗係盡力去做 HBM 啦嘛。所以過去18個月，地球上每一間做記憶體嘅工廠，無論係三星、SK、海力士定美光，都係以物理上允許嘅最快速度將 DRAM 產線轉做 HBM。但咁做就出現咗一個嚴重嘅副作用，副作用就係我叫做擠壓效應嘅嘢。因為所有工廠都去做 HBM， 做普通 DRAM 嘅產能就被擠壓咗，於是普通 DRAM 開始短缺。同一時間做 DRAM 嘅公司同時都有做 NAND 嘅，佢哋嘅工廠空間係有限嘅。當 DRAM 產線轉去做 HBM，NAND 嘅產線都冇得擴張，再加上之前 NAND 市場供過於求，三星同閃迪為咗彌補虧損主動減產，結果就係所有嘢同時短缺。HBM 短缺係因為需求太強， DRAM 短缺係因為產能被搶走， NAND 短缺係因為減產，加上 AI 數據中心需要大量 SSD。Silicon Motion 嘅 CEO 講過一句話好到位，佢話呢個係前所未有嘅情況。HDD、DRAM、HBM、NAND 全部同時陷入嚴重短缺。你可能會問，到底短缺到咩程度呢？高盛喺4月份將2026年全球 DRAM 供需缺口嘅預測由 3.3% 上調到 4.9%， 並且話呢個係15年嚟最嚴重嘅短缺。NAND 嗰邊都唔好得幾多。高盛預計2026年 NAND 嘅供需缺口大約係 4.2%。根據 TrendForce 嘅數據，2026年第一季 DRAM 合約價按季飆升咗 90% 到 95%，NAND 合約價都升咗 55% 到 60%， 而且呢個升勢仲未停。第二季 DRAM 預計再升 58% 到 63%，NAND 可能再升 70% 到 75%。講真，呢個升幅喺記憶體行業嘅歷史上都係極之罕見嘅。而需求嗰邊仲繼續加碼，微軟、Google、Amazon、Meta 呢啲科技巨頭，佢哋2026年嘅雲端資本開支預計會超過7250億美元，按年增長大約40%。而且佢哋唔單止係買，仲主動去搶。今年5月初就有報道話，微軟、Google 同 Amazon 正計劃向 SK 海力士提出投資方案，出錢幫佢擴產，就係為咗鎖定未來幾年嘅 HBM 產能。你諗下呢個畫面幾誇張？以前都係供應商求客戶買嘢，而家倒轉過嚟係客戶攞住錢求供應商生產俾佢哋。呢個已經唔係一般嘅供不應求，而係買方恐慌搶購嘅狀態嚟嘅。好啦，咁講完大環境，我哋就嚟逐間公司分析下。首先係記憶體行業嘅絕對龍頭 SK 海力士，呢間公司嘅業績已經去到一個誇張到難以置信嘅地步。2026年第一季 SK 海力士營收525800億韓元，按年增長198%。
即係差唔多3倍。營業利潤去到376100億韓元，按年增長405%，即係5倍。最誇張嘅係營業利潤率高達72%，超越咗 NVIDIA 嘅65%，創下半導體製造業嘅歷史新紀錄。你冇聽錯，一間記憶體廠嘅利潤率竟然超過 NVIDIA， 呢個真係聞所未聞。SK 海力士點解可以咁勁呢？核心原因就係佢係 HBM 嘅絕對王者，佢而家大約佔咗 NVIDIA 嘅 HBM 訂單嘅70%。瑞銀最近仲預測 SK 海力士喺 HBM4 呢個下一代產品嘅市佔率喺2026年可能都係70%左右，因為佢喺 NVIDIA 下一代 Rubin 平台入面扮演住一個關鍵角色。SK 海力士嘅管理層更加公開講咗佢哋嘅 DRAM、NAND 同 HBM 全部售罄，根本冇辦法滿足所有客戶嘅訂單。佢哋仲透露，客戶未來3年嘅需求已經超過 SK 海力士嘅供應能力，所以 SK 海力士而家嘅年初至今股價升幅接近2倍，市值已經突破9000億美元。佢仲計劃喺今年6到7月完成美國 ADR 上市，集資大約100億美元。但係喺 SK 海力士身上，我哋都要留意一個風險，佢嘅競爭對手三星最近取得咗重大突破。根據5月初嘅報導，三星已經通過咗 NVIDIA 同 AMD 嘅 HBM4 最終品質測試。預計6月開始全面供貨。雖然三星嘅 HBM4 良率而家仲係低過60%，相比 SK 海力士嘅80%仲有差距。但如果三星喺2026年下半年成功量產 HBM4 嘅話，SK 海力士嘅市佔率有可能由70%跌到50%到60%。呢個係投資者需要密切關注嘅變數，大約喺第4季就會見分曉。如果三星成功追上，市場對 SK 海力士嘅估值可能要重新調整。如果三星再 delay，SK 海力士嘅日價可能會繼續擴大。跟住我哋嚟睇美光，呢間係美國唯一一間有做記憶體晶片嘅大廠。美光嘅特點係乜呢？佢係3條腿走路嘅 HBM、數據中心、DRAM 同 NAND 3樣都有做。佢嘅覆蓋面比閃迪更加廣，喺 AI 存儲堆棧入面嘅位置好全面。美光嘅業績一樣好癲，佢2026財年第2季營收去到238.6億美元，超過自己指引嘅27%。而家美光嘅市值大約8360億美元。佢嘅股價過去1年升幅超過700%，但你知道最奇怪嘅係乜？就係美光嘅遠期市盈率只有大約8到10倍。你諗下，標普500嘅平均遠期市盈率係20幾倍 ，NVIDIA 係30幾倍，美光只有8到10倍。一間賺到盆滿缽滿、產能全部售罄嘅公司，估值竟然好似一間面臨衰退嘅傳統工廠咁。呢個就係我哋等陣要講嘅估值錯配。美光而家嘅擴產力度都好大，佢投入240億美元擴建新加坡嘅 NAND 製造設施。同時喺紐約州同愛達荷州起緊新嘅晶圓廠，佢嘅2026財年資本開支預計會超過250億美元，比上個季度指引嘅200億仲要多。不過美光都有一個風險點，就係佢嘅 HBM 量產進度比 SK 海力士慢咗1到2個季度，而且有報道話美光未能進入 NVIDIA 最新加速器嘅供應商名單，呢個對佢嘅 HBM 長期份額係一個警號。但美光喺功率效率方面有技術優勢。而且佢已經展示咗 HBM4 嘅36GB 產品，仲有喺下一代 AI 平台所需嘅 HBM4E 都做好咗定位，所以長遠嚟睇，美光仲係一個唔可以忽視嘅玩家。講完 DRAM 同 HBM 嘅巨頭，我哋嚟講一個今年最戲劇性嘅故事，就係閃迪。閃迪呢間公司，好多人可能認識佢嘅 USB 手指同 SD 卡，但你可能唔知佢而家已經係 AI、NAND 賽道上最紅嘅股票。閃迪喺2025年從 Western Digital 分拆出嚟獨立上市嘅嗰陣，股價只係幾十蚊美金，而到咗而家2026年5月，閃迪嘅股價已經去到成1500幾美元。過去1年升幅超過3600%，呢個升幅有幾誇張呢？有分析師話，閃迪用15個月做到嘅嘢，NVIDIA 花咗差唔多10年先做到，呢個真係瘋狂到一個點。閃迪點解可以升到咁癲呢？關鍵就在於佢做咗一樣前所未有嘅嘢，就係所謂嘅 NBM 合約，即係長期供應協議。喺最新嘅第3財季業績入面，閃迪公布咗佢已經簽咗5份多年期供應協議，單係其中3份合約就提供咗最少420億美元嘅營收保證，仲有超過110億美元嘅財務擔保。呢啲合約仲包括預付款，有4億美元嘅預付款已經計入資產負債表。呢個力度遠超行業慣例，因為 NAND 行業以前從來冇出現過咁嘅結構性長期合約。呢啲協議預計會佔閃迪2027財年比特出貨量嘅1/3以上。而 CEO 仲話，實際數字已經超過呢個水平，有望突破50%。閃迪嘅業績數字本身都好驚人，佢嘅第3財季營收大約59.5億美元，按年增長250%，毛利率去到78.4%，而1年前同期只有20%幾。公司管理層指引第4財季營收介乎77.5億到82.5億美元，去年同期只有19億美元，
調整後每股盈利預計由去年嘅0.29美元飆升到30到33美元，超過1萬個百分點嘅增長。你冇聽錯，1萬個百分點呢個數字本身就已經係科幻小說級別嘅。仲有一個數據好值得講，就係閃迪嘅數據中心業務企業級 SSD 營收環比飆升233%，管理層仲將2026年數據中心領域嘅增長預期由60%出頭上調到70%幾。但係閃迪都有一啲要注意嘅風險。NBM 合約並唔係完全鎖死利潤率嘅，佢入面有固定同浮動價格嘅混合機制，短期部分以固定定價為主，但較長期嘅承諾就包含更多浮動成分。浮動定價嘅設計係市場價升嘅時候，閃迪可以捕捉上行，但市場價跌嘅時候，客戶都會有部分保護。呢個就係空頭擔心嘅地方。如果 NAND 供給增長快過需求，客戶可以用浮動部分嚟重新談判，毛利率可能會快速壓縮喺大約80%毛利率嘅水平。閃迪而家表現得好似一部定價權複利機器，但歷史上記憶體市場嘅高毛利率從來都唔持久，所以呢個係多頭同空頭之間最核心嘅爭論。不過閃迪仲有一張好勁嘅未來牌，就係 HBF High Bandwidth Flash， 你可以理解為閃迪自己嘅 HBM 式產品，概念同 HBM 一樣係垂直堆疊，但用 NAND 取代 DRAM。今年2月，閃迪同 SK 海力士已經共同宣布喺 Open Compute Project 下面成立專門嘅工作組嚟推動 HBF 嘅全球標準化。HBF 嘅賣點係乜？ HBM 雖然快，但容量有限，好似 NVIDIA 旗艦 GPU 一塊卡先得192GB 咁，HBF 就可以喺同樣嘅佔地面積下提供8到16倍嘅容量，而且成本更低。閃迪計劃喺2026年下半年交付第一批 HBF 樣品，預計2027年初就會有第一批 AI 推理設備用到 HBF。如果 HBF 成為行業標準，閃迪嘅可觸及市場會大致翻倍。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故事。好啦，講咗個別公司，我哋退後一步，睇下成個 NAND 市場嘅競爭格局。根據 TrendForce 嘅數據， NAND 嘅市佔率大概係三星32%、SK 海力士19%、耀來克15%、美光13%、閃迪12%， 5間公司加埋控制超過90%嘅市場。呢個就係成個 AI 經濟嘅供應商基底。三大洲上嘅5間公司決定住全世界嘅數據可以儲幾多，而 DRAM 嗰邊仲集中啲，基本上就係三星、SK 海力士同美光3間公司壟斷晒超過90%嘅市場。呢種寡頭壟斷嘅格局，再配合而家嘅嚴重短缺，令到呢幾間公司嘅議價能力去到歷史上嘅最高點。但最令我覺得值得講嘅係一個好反直覺嘅現象，就係估值錯配。你諗下，呢幾間公司係運行成個 AI 經濟嘅核心硬件供應商，產能已經全部售罄，有多年期合約，毛利率超過80%，但市場點樣對待佢哋呢？係按照面臨下行週期嘅週期性大宗商品行業嚟定價。SK 海力士嘅遠期市盈率只有大約3到4倍，美光大約8到10倍。作為對照，標普500嘅平均遠期市盈率係21.5倍 ，NVIDIA 大約37倍。世界上最不可替代嘅芯片公司，交易價格就好似大中鋼鐵廠咁，護城河越深嘅公司，估值倍數竟然越低，呢個真係匪夷所思。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答案就係記憶體市場嘅條件反射。你要知道，記憶體行業喺過去幾十年經歷過至少4次慘烈嘅崩盤：1996年、2008年、2018年、2022年。每一次呢次唔同嘅故事，最後都係以暴跌收場。所以市場對記憶體股嘅毛利率峰值天然唔信任。佢哋嘅本能反應就係，你而家賺咁多，一定好快就會崩。呢個就好似一隻被電擊咗好多次嘅狗，就算你擺塊真正安全嘅肉喺佢面前，佢都唔敢食。但問題係，如果呢次真係結構性唔同呢？點解有人覺得呢次真係唔同呢？第一，買方行為變咗，以前係賣方承擔量嘅風險，而家係買方主動簽3年、5年、7年嘅預付款合約嚟鎖定供應。博通已經鎖定到2028年嘅記憶體供應。微軟同 Google 攞住錢去求思奇海力士礦產，呢啲行為以前喺記憶體行業係從來冇見過嘅。第二，供給側有物理時間差，起一間新嘅晶圓廠需要4到5年，即係話就算而家開始起，最快都要2030年先有新產能出嚟。SK 集團嘅會長甚至警告話，晶圓短缺可能會持續到2030年，缺口可能超過20%。第三，長期合約結構嘅出現改變咗遊戲規則。閃迪嘅 NBM 合約就係最好嘅例子。但係空頭嘅論點都唔係冇道理嘅。記住，礦產確實喺度發生緊。美光投入240億美元擴建新加坡 NAND 廠，又喺美國起新廠。SK 海力士已經喺印第安納州動工，起佢第一間美國記憶體封裝廠，又喺韓國擴大生產。SK 海力士嘅新產能喺青州同龍仁嘅廠房，預計2027年中先至上線。如果到時需求放緩，
但新產能同時上線，記憶體價格就有可能急速回落，而且閃迪 NBM 合約嘅浮動部分，到時候到底頂唔頂得住現貨價下行嘅壓力？呢個真係冇人知，所以兩邊都有佢哋嘅道理。多頭見到嘅係結構性轉變，空頭記得嘅係歷史上4次崩盤嘅教訓。咁究竟有咩指標係我哋可以監察嘅呢？第一就係閃迪 NBM 合約嘅比特覆蓋率能唔能夠由而家嘅超過1/3推進到50%以上？如果做到嘅話，就代表去週期化真係喺度發生。第二係三星嘅 HBM4能唔能夠喺第4季成功進入 NVIDIA Rubin 平台嘅供應鏈？呢個會直接影響 SK 海力士嘅市佔率同估值。第三就係新產能嘅投產時間點，包括美光紐約廠、SK 海力士龍仁廠、三星 P5 廠嘅進度。第四亦都係最關鍵嘅一個，就係現貨價同合約價之間嘅價差。如果現貨價開始跌，但合約價穩住唔喐，咁就係 NBM 結構真正起作用嘅證據。最後做一個總結，我覺得呢整件事最有洞見嘅一個觀察就係，而家被重新定價嘅唔係呢啲公司嘅利潤，而係市場對崩盤嘅恐懼。當一個週期股嘅盈利底部被重新定義，無論係通過合約結構、寡頭紀律，定係不可替代嘅技術壁壘，佢嘅估值倍數就會開始悄悄重新評估。但呢種重估從來都唔係線性嘅，市場通常需要見到至少一輪本應崩盤但冇崩嘅實證，先至會俾出永久性嘅估值上修。所以2027到2028年先至係呢場賭局真正嘅開獎時間。SK 海力士嘅 HBM4市佔率守唔守得住？閃迪 NBM 浮動定價抗唔抗到現貨價下行？美光能唔能夠擠入 Rubin 供應鏈？任何一個關鍵變量被正偽，周期論就會強勢回歸。總之呢， AI 時代嘅記憶體行業正正處於一個歷史性嘅轉捩點。HBM 係 AI 算力嘅心臟， DRAM 係數據流動嘅血管， NAND 係海量數據嘅倉庫，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全部同時短缺。呢個喺歷史上係第一次發生。呢場短缺到底會持續幾耐？呢啲公司嘅超高利潤率到底撐唔撐得住？真係要等時間嚟驗證。但有一樣嘢係肯定嘅，冇記憶體就冇 AI， 呢個係物理定律，唔係商業預測。好啦，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有幫助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嘅頻道。如果你對記憶體行業或者 AI 投資有咩睇法，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